有变我害怕的。这，这个我的跟我都没认了。我认识个都好之前叫我二类花的，我都没有，没认过那种吗？我那个小孩子是啊，我这样还挺娘娘。啥？是老人，你怎么不看见过呢？我今天穿这样，你是去来啊？是啊。啊，耶。这一下面还有就是带上吗？我干这面些，那你说老人不懂的吧？我小个小孩，这里同学，我哪是人呢？打给我，我也不是一样的路的，老命我晓得啊。真的哪年过了对呀？我就哪年我讲我认不下了的。真的哪年过了对呀？应该有手机也是好过的。阿哥就是也搞这块，嗯。我来回几圈，阿哥想走。抖音。